歡迎嚟到路德會何文田社區藥房。無論你係有小病小痛要處理，定係想保健防病，任何人都可以隨時蒞臨。藥物、保健品、護理用品一應俱全。我哋提供小病小痛管理服務，註冊藥劑師會因應你嘅情況提供專業諮詢，藥劑師會評估你嘅情況，按需要配發舒緩症狀嘅藥物。出門旅行前仲可以嚟度身訂做平安藥，無需醫生處方。另外，我哋更特設物理治療服務，由專業物理治療師團隊主理，配備多種高科技設備，俾你喺舒適同安全嘅環境下接受治療。歡迎嚟到向我哋查詢健康相關疑難，我哋就會為你提供適當嘅支援。憑藉我哋愛鄰如己嘅宗旨同埋專業團隊嘅服務，路德會何文田社區藥房，你嘅健康第一站。